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咱早起会当做伙来敬拜这上帝恩典，所以咱做伙起立，咱彼此来请安照顾上帝赐福你，上帝赐福你。用这首歌求主来同在充满咱哦，4项了。做伙来，充满我主心事，改我打扫心灵。
谢承认咱的亏欠，咱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上主，你至大有权能，严格胜利威严，一定地的所有的拢是你的。上主，国是你的，你治权，是万有的主宰。富裕尊贵拢对你来，你嘛掌管万有。你有大权能、大气力，予人伟大强盛。我的上帝，但愿感谢你，称赞你荣耀的名。所以着悔改归向上帝，通互恁的罪得到撤销，安尼主就会赐恁更新的日子。所以咱要认捌学罗这位主是救赎，是权能，是享受这个白白稳定，拄啊遐有真多啦吼。所以咱看强伊掌管万项有承认咱的亏欠，咱就会当来到伊的面前，会当做得到撤销，会当过平安的日子。所以咱开声来感谢兄弟姊妹，邀请你做开声来祈祷，愿上帝恩典赐落，撤销咱的亏欠。哈利路亚，主我奉你名，我受到有路敬拜自执伫你的面前，因为你恩典，阮来徛伫你的会中，做伙伫遮来敬拜。尤其阮心灵对这个世代的病毒的惊吓，也互阮会当行出伫这个平安的脚步。愿主你来收束，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成做阮解除阮心忧愁烦恼的一个困难。愿主收束伫阮的中间来掌管，因为你是掌管万项有。感谢主，感谢掌管万项有，享受活命，你是荣耀至权至大的上主。因为你的同在，互阮对死亡中间，真做有毋茫的惊锐，互阮会当伫你的恩典的内底，阮竟然因为你的怜悯，阮通得到救恩，也通因为你的透放，互阮得到自由。因为主耶稣，你代替阮刑罚，互阮得到平安。因为主耶稣，你代替阮受鞭拍，阮得到医好。这拢有最最你的恩典，所以互阮会通用感恩谢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也看见阮有啥物款的脱害影响阮领受这福分的，求你的保护来撤销，来除去，互阮会通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大大开嘴，大大领受。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免，请坐。咱需要医治，需要讨办哦。主的话安尼甲咱讲来，善车人求救，上主有听见，叫伊脱离一切的艰难。上主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会视为责赢，救因脱出困境，亲身体验。就知上主真好，做伊做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咱伫咱的需要的中间，这拢是伫管咱的全人吼，灵魂体。所以伫咱的心思意念，你有啥物需要代祷的，啊无吼，拢会通开你的嘴来到主面前，适当的主来安慰咱。伫欠缺主来补足，所以咱会邀请主伫咱的灵若接到圣神，对，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就对，你的身躯就用所以将你的忧愁、烦恼安怎交托这个真要紧哦。你若有啥物款的病痛无爽快，你会通手喊你，也是念起开，有咱这长老来为着你来祈祷来祝福。咱同心来祈祷，咱邀请主圣神来充满咱、透放咱。咱有需要的遐个有同工吼，来为着这来祈祷哦。
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拄起阮心的惊吓，而且不安，也是病痛的。主奉你名，你医治关灵充满，你供应伫阮的兄弟姊妹欠缺，你享受平安，互阮会当伫迄个行的中间来过平安的日子。愿主你来是阮所有透办阮，互阮的灵得到自由。主啊，阮奉你名伫遮来捆绑，特别有做者的面对癌症，主你透办因，有者的面对亲人死讯，你来安慰。主你来恢复，互阮伫生命光彩。愿主你是阮祝福，感谢主，你开这条道路，就是互阮通透过求就得到，拍门为阮开门，找就互阮拄着。感谢主，因为你开这个稳定的管道，互阮原本阮不配这款的稳定，但竟然因为你看重阮，看阮做宝贝，所以你愿意代替阮成做挽回者，互阮会通来到天父上帝赐阮的宝座前，是好胆无惊吓。因为耶稣你互阮有这款的福分，拄起遐个建设，拄起遐个罪恶，所以阮会通好胆来到你面前，毋是不配啊，是因为你，所以阮会通扛得。愿主你是阮祝福，伊伫供应、透放、引带，互阮会当伫人生的赛局的中间，阮会当成做会当得胜的人。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咱的主日的礼拜来守望来祈祷，大声咱要来看上帝的话。有人想讲主眼前已答应要做的事，其实伊毋是伫眼前，是伫用温暖。无爱有人灭亡，爱逐个人拢悔改。这是上帝心意，所以在等吼，等啥？等人的回心转意。所以顶礼拜讲迄太太等因翁等偌久？67年吼，加2年安尼吼。所以免灰心啊，等67年吼，就等着吼。啊，咱等偌久吼？所以继续祈祷吼，啊嘛要知影讲安怎祈祷着，奉主的名捆绑。透放，哦，所以圣经讲，你伫地面上捆绑的，伫天顶免啊；伫地面上透的，伫天顶免啊，透哦。所以兄弟姊妹，运用你的祈祷的权柄，讲耶稣，你若知影艰难，奉耶稣的名捆绑，你感觉无好的，奉耶稣的名命令离开，脱开离开。你感觉这个人需要啥？柔软的心，疼还是啥物？奉耶稣的名来祝福。捆绑歹的赶走，愿主来祝福伊，好的充满伊，伊会当感受。啊，当然咱嘛要有好的见证吼。好，咱特别为着牧师哈，为着这个中日团队啊，会通透过咱所分享的啊，会通伫遮来利益伫咱兄弟姊妹，咱甲上帝的关系，透过迦南之声，透过你家己灵修，会通感受吼，透过看上帝话，迄个真理，互咱挖开吼。啊，这礼拜嘛做这训练领袖的车等等遮吼，啊，搁夏令营拄啊结束，这同工拢真拍拼。这青年，我咱即几工甲因做伙，甲因聊天吼，因的生命，因的家庭，有做这破碎，不过伫遮因得到建立，有做这囡仔家长送来吼，啊，我来甲因聊天。阿嬷，我迄个新妇嘛是基督徒呢，安怎讲真好哦？啊，你若来，搁较好安尼吼。所以有真侪这好的互动，所以咱为着过来说来这 special 阿加贝吼，有连续的啊，这个做青年无信的，因嘛是真热心参与吼。所以啊，因为咱会通做，咱无参与伫遐，所以咱能做，为着因伫遮来祈祷。因伫遮青少年吼，
继续有这后壁的一寡连续的活动。咱也为着第6区，这区长陈日志长落，互伊身躯愈来愈勇，互伊失去迄款的哀伤，会能得到安慰。咱也为着这2位全家玲甲陈文曼这2位小组长，还有这组员互因会通伫遮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好，咱做伙起立，后请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祈祷，来感谢，来守望，为着咱整个礼拜，到咱今仔日的训练所有的事工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愿互你名，恳求你神所，祈祷的开来，会当带来改变。听阮祈祷的主，你会当直接来改变阮，改变的教会，改变阮的家庭，改变阮的社区。愿主你神所帮助阮，我哋通伫这个过程中间，看见你是要互无变作有。看见你是迄个掌管万物，看见你是迄个智慧甲知识的源头。感谢主，主啊，当阮同心开声祈祷，你的话讲同心祈祷就会应允，这是你的话，想使阮有信心来相信，也阮会通有信心来经历。感谢主，透过主的礼拜，你的话分享。学乐敬拜，迄个宝座设立，祈求祈祷，互你的恩典降落。愿主你受恩所福，阮用信心同齐要来经历，互阮拢成做生命的得胜者。祈祷也要用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顶的悲愿你的名色，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祭司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抓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伊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来啊，咱就用耶和华唱歌，来用拯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因为伊是互阮通抬头的上帝。耶和华是我的主，我袂为摇动。有耶和华的帮助，我不惊之罪。耶和华是我无遮。无地高欠亏，有耶和华做我根基，全然拢得胜。耶和华是我生命的顶板，是我的眼光，就是予我抬头的上帝。规暝虽然有气候，早起就有欢喜，你是我的石盘，我的帮助。我的帮助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主，我不会摇动。有耶和华的帮助。是我无遮，无地高欠亏，有耶和华做我根基，全然拢得胜。耶和华是我生命的顶板，是我的眼光，就是予我抬头的上帝。就够有欢喜，你是我的石盘，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生
帮助，我不惊一水。耶和华是我牧者，无地够欠缺。耶和华做我根基，全然拢得胜。耶和华是我是为的顶牌，是我的眼光，就是予我日头的上帝。规暝虽然有天空，早起就搁有欢喜。你是我的照伴，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是为的顶牌，是我的眼光，就是予我日头的上帝。规暝虽然有天空，早起就搁有欢喜。你是我的照伴，我的帮助。咱搁一摆来宣告。耶和华是我是面的顶牌，是我的眼光，就是予我日头的上帝。规暝虽然有天空，早起就搁有欢喜。你是我的照伴，我的帮助。早起就搁有欢喜，你是我的照伴，我的帮助。咱将荣耀归乎听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姊妹请坐，请坐。主面前，全心全意追求你，放下自尊骄傲的心志，我要到玫瑰恩你，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困。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那勇气，安慰我扶持，予忧伤变成欢喜。当我是最软弱的时，我要完全我可以，因你自我伸出来扶持，因错保护无偏离。当我祈祷的时，我切切困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那
当我祈祷的时，你赐开那勇气，安慰我扶持，予忧伤变成欢喜。主我倒来到，你是阮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为着我的罪，定时的时间，流出你宝血。为我，主我倒来到，你是阮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对心里告我，也过世事宽赦，想使我活命。主我要高举你生命，对大地高兴永远远，你手赐奇妙的听透，白白赐予世间的人。主我倒来到，你是阮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为着我的罪，定时的时间，流出你宝血，为我，主我倒来到，你是阮宝座前，你献上我感谢，你对是你告我，也过世事宽赦，想使我活命。主我要敬拜你，
我们高举你，我们称赞你，我们学了你到永远，因为你是对古早、现在、直到将来的主。感谢主，你是赏赐一切好物，互敬畏你的人的主。我们学了你，你是伫迄个困苦中间听阮祈祷，用你慈爱的手来扶持阮的主。我们来感谢你。每一遍阮的学了，每一遍阮的感谢，阮拢恳求你施阮祝福，互阮伫礼拜中间拄着你，感受你的同在。愿主你施阮祝福，帮助阮，互阮伫敬拜中间领受你的话，你的话正做阮头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互阮正做戆人的得到通达，正做有智慧的人。感谢主，互阮今仔敬拜正做棒棒祭献到着你面前，也对你的施恩宝座管握你所有丰丰富富的恩典。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咱三个来吟圣诗第248首。我的上帝，全能君王，吟全首，请起立。我的上帝。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阿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借着耶稣基督恩典，互阮伫生命册有份。主啊，这是阮人生同大愿望，就是用着耶稣来活，用着耶稣的救恩来过阮人生的日子。主，你的正经日今仔日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遵诚实甲真理。主啊，互阮的心会当，互你来拍开，会当领受上帝你对天理要赐予阮的玛纳。主啊，养赐阮，互阮的心神得到快乐。主啊，帮助阮的兄弟姊妹中间软正的，可以当刚强壮大。身体欠咱的，主啊，你施罗恩典来医治。主啊，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互阮也无法度来控制时，求你犹原施阮怜悯阮。主啊，有得到病痛的，主啊，求你互因得到完全。暂时，阮也求你来开阔阮的心，互阮看见这个世代虽然黑暗，总是上帝的恩典到遥远来用。
主啊，阮拢无欠亏一项，你因带阮到伫通安歇的水边。主啊，帮助阮常常领受对你天而来的美流，互阮行伫人生的路途。主啊，阮无惊吓。主啊，互阮当我靠着上帝你的话过阮人生的日子。主啊，你的正家里今仔日来到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的圣名，愿主欢喜接纳阮所献上，无论是诗歌，无论是讲道，无论是阮每一个人的心，拢求主你来祝福，拢求主你来带领。主啊，互阮会当常常在你恩典内底得到经营。阮即时也为着教会中间，愿济事工的推动，求主你来祝福。特别是阿加佩事工，主啊，你祝福遮的同工，好有教育的困难，祝福遮来到你面前每一个细囝，拢得到上帝你的祝福，可以当来明白你真侪人生同大的祝福。相信我来求你来祝福伫阮陈立志长老以及甲小组的小组长，主啊，无论是洪曼主啊，也是阮所遮听遮正小组的组员，拢求主你开阔因的境界。主啊，互你会当常常见证上帝的恩典，见证上帝你的权能。主啊，毋若是安尼，愿每一个人要来常常经历上帝你伫阮生命中的作为。主啊，互咱看见上帝你的荣耀在阮的心上，上帝你的荣耀在阮的教会，上帝你的荣耀在阮的家庭中间。献上阮的感谢，求主你祝福阮；献上阮的祈祷，求主你来恩典满满，充满伫你的圣殿。祝福伫牧师今日所传讲的信息，互阮的心得到头白，得到激励，得到造就，互阮继续跑走上帝你为阮所备办的标。阮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这是咱的三角来课文第8篇，就是诗篇第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心的快乐。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这时，咱要请真理主长老来献诗，伊所要献的诗歌是：我是主应当给赎回的人。主把言文达港可听，也无言文等等回放，主你听当我永无变化，过去现在直到永远。主你为着我担起所有，也无有保留，无要顾我敢有爱你，像你听我全心全意奉献一切。我是主应当给赎回的人，耶稣有过，才做完全
转起声，我愿意一世人，军队上帝对答到路尾，我是主样当家小过的人，也所有过。这做完全起声，我愿意一世人，军队上帝对答到路尾，我是主样当家小过的人，也所有过。这做完全起声，我愿意一世人，军队上帝对答到路尾。一世人，军队上帝对答到路尾。这是咱三个来领受上帝话，伫旧约圣经撒母耳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的所在。和本伫圣经336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哈拿祈祷讲：我的心因为上主欢喜，我的头因为上主举悬悬，我的嘴感恩对敌夸耀。因为你的拯救，互我快乐。只有上主至信，你以外无别个。咱的上帝是独一唯一的保护者。咱毋通自悬讲骄傲的话，毋通自夸讲大话。因为上主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人的行为受你评价。勇士的经已经受压制，软弱的人得到溃烂，富足的。着人请才有通食，养5个无国枵，未生育的生7个，有真侪囝的到尾无剩半个。上主互人死，也互人活；互人落阴间，也互人起来。上主互人散车，也互人好业；互人降价，也互人高升。伊对真爱提拔困苦的人。对本所对高薪欠缺的人，互因甲尊贵的人坐座位，互因坐大位。大地根基上主建立，伊将世界安置伫迄顶面。伊保守伊忠信子民的脚步，互歹人伫黑暗中消失。人袂当靠家己的气力较赢，敌对上主的人会受拍碎。伊要对天用雷降雨，上主也要审判全世界。伊要使气力互伊的君王，互伊所竞选的头也悬悬。以上，这时咱要请本堂助理牧师约翰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人生赛局。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伫阮人生的路程，好亲像一个赛局共款，有输有赢，总是阮常常伫意伫迄个失败中间，互阮会感觉失志，互阮会感觉无毋望。总是主，你透过今仔日的圣经，要来帮助阮，互阮所看的是看到永远。
看到未来。愿主，你透过你话来开阮的心窍，透帮阮的目睭、耳孔，会当晓悟，会当成做伫阮生命中间的一个得胜者。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日要透过人生的赛局，好参是一场的比赛。你若回顾你过去到现在，可能参加有真侪比赛，演讲比赛哦，可能第一名、第二名哦，也是有真侪遮个你参与的比赛，球类的，也是一寡遮个考试，咱拢有输赢，无有足侪第一名，只有一个。今仔可能是你第一，明仔载轮流你第二。世界羽毛球的这个联盟，最近拢一直咧举办这个超级的500的比赛，哦，前几工伫7月初9，咱知影讲台湾这个羽毛球的球后哈，即摆敢是搁第一？其实最近是第二啦。去互日本迄个赢过吼，所以伫遮咱了像伊个也拢一直第一。其实伊已经暂时输去吼，所以伫迄个马来西亚即个大赛中间伊正是到了4强，然后伫迄个分组的比赛，搁一遍拄着啥？拄着伊的对手吼。咱知影伊伫奥运的时阵输互啥物人，你知无？姓陈，陈宇辉啦吼，所以其实咱看讲有输赢，所以老爸毋知讲比赛有输有赢，安尼毋大精彩，无拢互你得冠军其他的人呢，总是伊的心肝有失落无？有失落啦吼，所以连要摕迄个银牌就感觉讲无啥爱摕安尼吼，所以起码其实看其过去差不多甲即个陈宇辉。22遍的这个交手呢，伊有赢几遍？超17遍。总是伫最近泰国、印尼伊嘛阁赢伊，但是伫马来西亚伊怎输去？所以这要安讲输赢无永久，人生的赛局嘛是相款。即回伫这个新加坡的比赛，伊到一半伊怎放弃？为什么？脚小可受伤，总是个目标，就是过来要伫台北比赛，毋茫讲倒转伫家己所在，会通将迄个奖杯会通留落来，迄个冠军留伫台湾安尼啦。过去伊伫台湾有几遍的一个冠军，不过有当时毋是家己会通伫遐来把握，讲我要第一名，我要第2名。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人生好亲像场的赛局。顶礼拜咱对撒母耳上悬看2个妇人人因的赛局。伫一个家庭内底，一个比赛，你会通生育，我袂通生育。所以伫顶礼拜的经文内底，阁有最近迦南使者，你有去听的时阵，你大概会小可了解最近在讲啥物。所以对约书亚记、上帝拯救记，一直到路得记，人伫患难中间无毋茫，到伫尾仔章迄个家谱，顶回已经引出咱来看记，要连接到伫马太福音的第1章的家谱。对迄个无，免变做有；对迄个有的中间，要互更较侪人有。今日你我坐伫遮，甲咱有啥物关系？路德生吴彼得，甲你有啥物关系？甲我有啥物关系？可能咱连到伫台北迄甲有关系；可能连到伫耶稣甲耶稣有关系。总是今仔咱坐伫遮，要连到耶稣，甲咱有关系无？有啦，甲咱的未来有关系。今仔日咱看第2章的即个俄罗的歌上赞的歌，
这是真要紧的，因为以色列民族内底，伫犹太民族内底，一个真要紧的叫做喊纳的歌。这个喊纳的歌，就是要互咱看讲，伫一场家庭，两个妇人人咧比赛，伊头前输去对无？佮互人刺激，可能你会想象头咧咧，逐工若拄着伊的对手比尼娜。就甲糟蹋一个，你是啥物货？你是啥物货？所以感觉头也袂起来，所以感觉逐工看到伊心就艰苦。为什物？拢要用话甲支持。比尼娜伊感觉我是一个得胜者，我是一个赢的人，所以我会通伫伊个面前，伫安怎头也会起来，甚至佫甲安怎洗面一下。顶礼拜咱有看讲，即个汉娜，因为安尼，伊来到了示罗会幕，伊伫遐切切恳求祈祷。咱回顾顶礼拜讲着啥？伫伊的祈祷，伊无出声，所以伫个密道的中间，啥物人伫遐讲伊啉酒醉？即个伊伫无啦，伊伫吼，袂要紧。所以伊伫伫遮讲，你透早来咧啉烧酒醉啊！你啊吼，好亲像我是无正经的妇人人安尼。所以伊心肝咧艰苦啊，佮互迄个宗教的领袖伫遐一句话安尼，佮甲刺激。所以，但是伊无放弃啊！伊若伫看伫目前，伊就总放弃；伊看人，伊就会放弃。所以今仔咱看伊讲，伊。伫即段的圣经，伊是咧讲啥？带撒母耳来到伫会幕行完，所以大概撒母耳差不多这个时阵是2-3岁啦。所以伊带撒母耳来到会幕，伫遮要行完。所以伫第2章即个汉娜之歌，甲伊进前来祈祷，有相款心情无？无相款。迄个时阵来祈祷是食会落袂，困会去袂，都个人甲糟蹋，我嘛生袂出来，困袂去，食袂落。所以人消散，安尼要哪有健康通生囡仔对无？身体都袂用啊。但是因为伊利的一句话，当伊伫遐甲伊讲，我心肝咧艰苦，我为什么咧艰苦？佮互人支持糟蹋。所以讲了的时阵，伊利总算讲到一句，对吧？咱顶礼拜讲，你会通安怎？平平安安转去。因为迄句话，所以转去开始安怎？好困，过来食足济，食会落，对吧？身体自然就用。你也看讲，这甲咱的心灵拢有连结咯。心肝若忧愁烦恼，你食会落袂？佮较好的物件。较澎湃山珍海味，你嘛食袂落。总是你若心肝欢喜，菜脯嘛安怎？猛加咸对吧？你食了会感觉讲哦，你足好的滋味呢。一碗清糜一个菜脯，你嘛食甲得安怎？欢喜甲，敢毋是？所以还是姊妹，咱看见汉娜，因为有上帝的介入。所以，互的生命会通伫遐来改变。如果你若去看即个撒母耳上卷2章第21节，上帝毋是干那赏赐伊撒母耳的。那对伊的俄罗的歌内底讲有7个囡仔，但是后壁你算算诶，算袂出来，囝3个，查某囝2个，佮我撒母耳安尼嘛，甲6个。所以恁等于做功课去找看嘛，到底是6个啊7个？这个7是咧上顶人完全对上帝得到承诺，还是安怎吼？留这个互咱等于做功课。不过咱看讲对这条歌的内底，这个诗歌内底，毋是干那看到目前哦，互咱看到未来性，看到啥物未来？看到迄个犹太民族整个的一个救恩甲全人类。包括你我哦，甲我有关系，甲你有关系，这就是咧预言未来的拯救计划耶稣的救恩。
所以今仔日咱要透过这段圣经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要帮助咱。你拄当亲像汉娜伫第一阶段迄款的困苦，叫天天袂应，叫地地不灵。你拄当伫迄个阶段嘛，祈祷也拢无要阿听。人祈祷67年，翁大信主，你祈祷偌久？继续。所以伫这中间，咱有看伊讲，要安帮助你改变你的人生命运，就是上主。对无变做有啊，对吧？咱会通看汉娜伊的人生，搁来看另外一个福音人比尼娜，到底两个人的生活心境甲因的信仰是安怎？第二，咱有看要对一场的人生赛局来看你我的人生赛局，是要输输啊赢，还是要赢赢输，还是你会通得到真做是一个讲？对人生的赛局，甲无限的赛局的一个得胜者，讲生命赢家。你是知影你这场的好无好，还是胜败？有真侪人足想要赢，赢第一名、第二名，总是无所有的人拢有通伫遮来得到，总是独独咱对迄个无限的赛局内底，耶稣要互咱每一个人拢成做生命的得胜者，生命的赢家。咱来看讲，伫人生的赛局有真侪咱看袂到的点啊，讲盲点。这盲点是阻挡你咧经营企业也好，可能你会看见短短，像讲即摆大公司微软，也是 Apple。伫因的经营方向，这个执行长也是讲，这个因带领袖会决定因这个公司的一个未来。一个国家嘛是相款，要拍一场战争，咱看用迄款的有限的想法，咱讲思想，伫遐要来参加即场的比赛的时阵，可能会输去哦。所以咱知影伫顶回有讲到，讲美国伫参与伫迄个越战的中间，为什么到尾伊会输？伊的资源，伊的战略。伊的武器毋是拢比因较好吗？为什么到尾会输？除了国内的这民意伫迄个反对的中间反战，派阮的囡仔去遐要互伊死伫遐，拍即场战争是要创啥？为着要胜利，所以美国参加迄场的战争，伊所看的就是讲，我要赢得即场的胜利。但是对北约这的军民来讲，这的百姓来讲，因面对的是啥物？生命的存在、生存，为着性命来战争，看啥人挡较久。所以伫遐资源以外，总是到尾啊，因的意志，因的这个资源，伫迄中间安怎？开始小嫩落去的时阵，挡袂牢，所以国内民意讲毋通阁战啊啦。所以到尾美国是输即场的战争，武器无对等，总之嘛讲到咱台湾对吧？你为着咱的生存，伫保卫咱家即块土地的时阵，咱会赢，敢毋是？有人是讲，我要赢得即个所在，赢得即场的战争，迄款的野心，总是今仔日，咱若为着咱的生命存在，伫保卫咱即块土地的时阵，咱会通看到迄款的一个过程。比尼娜，伊检测用有限的想法讲，你也看，迄就是上帝伫甲刑罚啦。所以讲，上帝予伊袂通成约。伫当时也是讲旧约，是因为讲有上帝伫刑罚咯，伊毋知做啥物歹失德。所以比尼娜用有限，也是讲伫属灵来看，种无知的想法，伊只有看到眼前我有你无，然后用言语甲伊糟蹋。你哦！伫人的面头前，头也袂起来啦。所以伫遮，咱就开始去论断、判断即个人甲伊背后
伊会行做，伊无好，好亲像伊伫讲，你看透早就啉烧酒醉，你这无正经的福音人。兄弟姊妹，人若透过这个苦难来咧看上帝，你有做这个限制，你可能开始有一寡家己的因明家己，家己开始充满苦毒，开始伫遐陷入伫迄个无法度跳出来，迄个所在。总是人若对上帝来看，即场的失败，也是讲苦难，都无共款啊。哈那就是安尼。对上帝的眼光来看，即场你互我会当举起头以外，我为着你，我将即个囡仔你若互我就甲献互你。奉献后壁带来啥物？搁较丰富的一个祝福。所以后壁2章21节，咱有看到。毕尼那伊只有看到伊家己的赢。伊无看到讲上帝伫即个福音人哈那心中所要做的计划。今仔哈那用有限的想法，无可能等遐久啊，生袂出来就生袂出来。我知影有的人真正伊拄着这个艰难，咱毋是上帝，咱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来做啥物判断。咱若毋通亲像毕尼那伫迄个边啊。伫遐诚做好亲像副作用得来影响，咱应该是继续为祈祷，因为有遮个力，所以互咱有即款的信心，继续来祈祷，无放弃。所以今日要互咱看伊种上主对哈那有伊的计划，是要互伊伫遐伫苦难中间来找求了后，伊得到去感受到讲。即个无简单，你阁无简单得到好，亲像阿伯兰得到以撒甘管，阁甘愿伫遐现场，迄阁愈无简单。所以伫后壁，咱有看，当你愿意奉献的时阵，你当看见讲，即位属福人的上帝加倍，迄个7嘛是代表一个完全要来享受你。无论是对数字来看，是对一个背后迄款的圆满。兄弟姊妹，咱看即位上帝，要互咱透过超越这有限的想法，伫遮来看见伊拄伫进行一个救恩的计划。一个囡仔，3岁囡仔，愿意甲献上的心，代表伊要对士师甲君王即个世代中间来做一个改变，做一个开始的成绩。所以后来咱知影撒母耳来告我啥物人？大笔啊！伊讲即个对毋对？哦，即个生了较缘投，甲咱差不多，对无？对啦，就是即个。上帝讲毋是迄个，所以伊顺服，伊听上帝话，然后抹油伫大笔的身上。我上大笔讲做上帝合上帝心意。总是伫伊嘛有失败，有赢有输，所以若用有限的这个想法来看，你可能会停止伫迄个困难的中间。但是咱有看见哈那，伊经过几年，但是伊伫迄个困境的中间，伊无放弃。这是一句话，平平安安等于哇，伊就开始改变伊的心境，改变伊的想法。拄啊！上回长老甲咱读即个哈那之歌，就是你也看有开始改变。好囝的人爱有人请，才有人食，这讲啥？应该我好囝有通食，但是伫遮咧讲迄个对比，善车要伫遐高升，变做遮富足，富足会安怎？变做失落。你有请我才有通好食，哇，迄个差别。所以伫遮咱有看并真的要受提升。你感觉骄傲要伫遐来降价，所以你若去看这个哈那之歌内底，你会通用无共款的看法伫来看，用咱个想法，可能有做这个无好的所在。咱老较早得好啊吼，入去安尼感觉有水无？
水啦，额头一看，啊，顶啊份哪会遐济啦？啊，这哪会无甲补补？我拄仔开始嘛咧想咧。不过夏令营的时，我就调，用我的看法，甲青少年、这少年，我讲来，我讲一个一个叫啊，一个，你觉得怎样？啊，那个没有补了，人家那个现在工业风有的店就是故意这样，你知道吗？哦，是。啊，我电话讲啊，三井的店长啊，你感觉安怎？哦，你无先教会啦。我讲那你来有欢喜来无？欢喜。顶礼拜就有一个家己走入来，你知？我想要来找教会，一个姊妹入来，你住在对，住中立、中立。我的生活苦拢伫遮，生活圈啊，我欢迎。我就来介绍。迄阵牧师讲，牧师，毋是有一个来做礼拜六。我想，因为我袂记啊，你知无？我再去想可能是迄个啦。感谢主哦，有真侪人里长来，我讲来，里长你看咩？安尼会使袂？真好。有当时拄开始我讲，迄顶哪会无安尼小甲补者？顶毋捌，这暗小可迄落者。总是我看到是，这少年人，这社区，还是这无信的人，的感受是安怎？甲过去有啥物款的无共？人无完全，所在嘛无完全。总是咱的眼光啦，倒转来伫人，伊感觉安怎的时阵，可能迄个就是一个决定性的改变。人生的赛局无久长的快乐，就用老牧师定咧丢啊，快乐是啥？恁拢袂记讲哦。快乐就是快快安怎不乐了人生的赛局的快乐是短短渐渐。比你那伊欢喜偌久？人讲摇摆无安怎？可能无啥好听，但是就是咧真写实啦，对吧？你偌请赢，会当偌久？敢毋是？所以富足的可能有一天爱安怎？人甲你请，才有人食。这就是咧讲，迄个短暂，咱有，咱毋免骄傲；咱无，咱毋免比感觉迄款的无民主啦。毋是，你会通满足无？所以比尔那伫遮，伊无欢喜偌久，因为上主互喊那偌济，后壁讲佫有生后生甲查某囝，所以伫迄中间看讲，比尔那伊伫迄个人生赛局，伊敢在头前是赢但是伊是赢输的。上歌这条诗歌后壁甲咱讲，迄个人生的对比，会因为上帝介入伫遐来做一个改变。所以这段的圣经就是咧咱提起，头前伊感觉哇，伊真请赢，佫会通用言语甲人糟蹋起。总是后壁咧，咱读2章再来，上主赐福汉娜。互伊阁生3个后生，2个查某囝，囡仔撒母女继续服侍上主，日日大。你看，因为伊一个完全的奉献，带来阁较侪的祝福。所以我一直在鼓励兄弟姊妹，每一遍若在奉献时，我讲这奉献是你得到福气的秘诀，你知无？莫干那牧师得到嘛，莫干那少数人得到。上帝恩典，圣经讲尝尝主恩的滋味，你着知安怎？迄个美善，迄个水，迄个好啊！所以，这个人生的赛局无未来性，只有看到1场、2场，那你无未来啦。有限的这个想法会限制你做一个企业的领导者的时阵，会
的限制。微软迄个执行长鲍尔默，伊就是安尼看到迄个目前、迄个数据、迄个成长，咱来看讲这在场的，若较少年，毋知有润伊的。要讲的意思就讲可稀释媒体播放器，你随时在你要播送这个影片，还是讲你要听啥拢会使。好像是过去的 MP3， 我毋知咱在场对这个科技有啥物迄个无？啊，当伊出来讲哇，那我这个市场一定会占真多啦。结果一推出尔占9%。苹果出这个 iPod， 伊想啊，你这无偌久啊，因为我搁微软搁做这程式对无？这程式你一定受到我控制，无拍算这 iPod 苹果一出来占70%，但是即马这个有出无？无啊啦，因为后来咱知影啥？后来有啥？iPhone 第一代 ，iPhone 第一代出来我就买啊，你知？我即马对较袂着时代，即马11定。咱中间有摕13个无？23个。我会讲，连伊着搁有14个个啊。走9月我伫等，我就赢你。我会讲，但是赢搁有通安怎？兄弟姊妹，赢搁有通安怎？15、16个会出来啦。你有偌高级，敢毋是 ？iPod 无伊啊，但是 AirPod， 你啊看即个看，啊搁耳孔甲倒落，哪像咧欣赏迄个伫迄个戏院内底迄个感受嘛，搁有看影片。你看时代进步，但是这会通挡偌久？以后可能电话听电话啦，敢毋是？咱看迄个科幻的影片，有可能对无？所以你知嘛？即个鲍尔默伊讲，我推出一定即个苹果会去甲拍倒啊，结果伊去互拍倒。所以咱看讲即个市场的占有率，伊敢若看着目前，伊无看到迄个未来性，总是苹果而且执行长有看到迄个未来，所以一直咧研发创新啊。所以伊今仔日存在10几亿、13亿的这个手机啊伊占偌济？所以伊经营一个企业变化，其实人大讲苹果压一空的，大家拢较爱，对无？兄弟姊妹，我讲啥？就讲毕尼那伊就用有限来看见目前的赢甲输，总是汉那伊对的祈祷，互咱看到啥？看到迄个未来性，上帝。所以因为伊连接到上帝，上帝你若互我完全献，宝贝囝汤生完，我就献互你。伊无看到讲我赢，互我袂阁见效，就是因为安尼看到迄个未来性，看到对上帝的角度来看伊未来救恩伊无受拍算安尼，所以上帝互伊透过伊所做。会通延续到伫今仔日你会通坐伫遮，是因为这嘛是一个关键的转化的管道所以咱爱看法安怎突破，无搁再限制种我过去我的看法想法。今仔即个世代疫情的转变，快速的转变，毋通搁停留伫迄款的观点。所以我一直咧调整我的想法，调整。要安怎真正照上帝的心意所以伫遮头一个就是汉那伊伫伊的祈祷内底，你有看到伊对上帝了解啊无？这位上帝是啥物？互无变做有的，伊怜悯，互我伫遐无法度的时阵，互我伫见效的中间，伊互我拄啊休息歌讲啥？互我会通举头的上帝，佫毋是安尼，佫互我丰丰富富。因即摆你有经历过无？你若经历过，你就真正知影讲，哇，互无变做有，然后有佫较济，因为你甲即位上帝有好的一个联系连结，
伫遐人的智慧有限啊，所以伫遮咱看讲拄啊所读过的经文啊，咱听书会读，咱过来读一遍来。咱毋通自个讲骄傲的话，毋通自夸讲大话，因为上主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人的行为受你评鉴。所以你咧讲啥物，上帝拢知，好毋好，伊拢伫遐来评论评价。所以咱看比利那伊咧讲的，上帝拢有咧评价；汉那咧讲的，上帝嘛有咧听。然后对伊咧海员的肢体内底，伊真深深认捌着，伊毋是干那互我无变做有，互我会当举起头。伊阁互我有智慧，安怎将即个囡仔献予上帝，然后会当伫遮来理解，会当看见迄个未来性。第三，咱有看伊讲，伊是一个掌管万项有的掌管者，所以你若对伊的诗歌内底，你会当看伊讲，迄个改变，互即个世代你也看快速企业起起落落。未来性，昨我重新去教我迄个恋爱的时阵，我咧甲迄个师傅咧开讲，伊讲啊，囡仔毋通做阮即道，因为后壁会继续取代。啊，若要做爱做啥？像迄水电无法度，啊做土水的无法度去基础的工程的无法度去机器人取代。所以有真侪，今仔日牧师伊伫上课中。今仔日咱若无搁较侪专业，同时搁较侪专业吼，真紧就去互淘汰去咧。即个世代就变甲安尼，所以我咧问遐少年，啊，你咧读啥？啊，我读啥物？啊，我兴趣啥物？我着甲提醒讲，毋通干那一项。伫即个世代，你若问两项三项，我讲你个找无头路诶。未来就是安尼。但是如果你若连接到即个掌管者，迄个掌管万项有诶，伊互你智慧，互你知影安怎要伫遐行头前诶路。所以撒母耳伊知影伊头前诶路，上帝开始对伊讲话，因为迄时代上帝话足少，所以伫遐咱有看伊讲，汉那伊有无共款诶即个无限诶想法眼光去连接着上帝。所以，互伊看到即位上帝是深深知影你的艰苦，所以伫伊无的时阵，伊靠赖上帝，上帝安怎好互你？佮看到伊的心中愿意完全奉的加倍互你。所以伫遮要带出后壁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就是要带互你我也会通诚做对人生有限的赛局短暂快乐快不乐真紧就失去。一场两场，要互你伫遐改变，成做无限赛局一个生命的赢家、得胜者。今仔日今仔咱的社区遮朋友，伊报名设立，这就是要成做即款的一个角色。今仔日要受装备，也要成做别人生命的得胜者的一个管道。今仔开始，牧师团开始搁教即个领袖的列车。有喙讲甲无烂，安尼呼吁即个中级报名嘛是有限。兄弟姊妹，咱有看到未来的眼光，你所要伫遮，毋是干那你家己安怎？我受装备，牧师嘛是对头伫遐学起，主要是要创啥？看见遐的失丧的灵魂，敢毋是？今仔汉那奉献撒母耳，就是看见上帝要伫即个世代，伊所要做，包括今仔你我会通伫遮。兄弟姊妹，今仔要成做万世局的生命的得胜者，对汉那即条歌，咱能看讲上帝伊是一个介入。伊若介入伫你的困境内底，伊要改变。最后嘛要透过你家己，也要祝福别人，
成做一个生命会赢的人，也是种得胜者。咱做伙用这首诗歌哦，感谢你拄当伫汉那的第一个阶段。上帝啊，你听我的祈祷啊，祈祷袂出来用密祷，上帝拢知呢。上帝知影你伫迄个过程，但是就借着汉那的祈祷，汉那的学老的歌，要互咱知影讲，迄个过程若有我甲你三个同在，免烦恼啦。有真侪人经过，有真侪人掠着上帝。搁较艰苦，主甲伊三个同在。兄弟姊妹，汉那无放弃，伊嘛在提醒咱，毋通放弃啊。可能目前是输，但是上帝要改变，互你成做一个生命赢家，互你成做一个伫即个困境内底得胜。我邀请咱做伙起立，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仔所听的。是我的主，我袂为摇动，有耶和华的帮助，我无惊失罪。耶和华是我牧者，无你高险对，有耶和华在根基，全然能得胜。耶和华是我的。是我生命的顶牌，是我的眼光，更是乎我仰望的上帝。为你虽然有地高，早起就够欢喜，你是我的脚伴，我的伴奏。耶和华是我的主，我袂为摇动，有耶和华的帮助，我毋惊失罪。耶和华是我牧者，无你高险贵，有耶和华在我基，全然能得胜。来宣告讲，耶和华是我的。耶和华是我生命的顶牌，是我的眼光，可是乎我行道的上帝。为你虽然有地高，早起就够欢喜，你是我的脚伴。耶和华是你的，你大声宣告。耶和华是我生命的顶牌，是我的眼光，可是乎我行道的上帝。你要照耀的天头，早起就够有欢喜，你是我的脚伴，我的帮助。咱将荣耀归予咱的主，咱上帝啊！你若有经历，你就会拍愈大声；但是还未经历，你拍愈大声，是表示讲你对这个上帝有信心嘛？兄弟姊妹，咱做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伫迄个规暝在提考的阶段，你拢知。你知影阮的苦境，你知影阮的无，你知影阮感谢的是拄当喊呐，互人踢笑，互人支持，互人糟蹋，你拢知。你也通过伊无放弃的祈祷，不住的祈祷，来激励阮。无停止，阮继续的恳求。
阮继续为着阮厝的人，继续为着阮的需要，继续为着阮的身躯病痛，继续为着阮的守望，会当直接来得救阮的亲人来祈祷。阮相信迄个改变人命运、扭转阮未来的上帝，的确照你的信息来应允阮所求。愿主你来施恩赐福，互阮的目睭无只是看到短暂的这个胜败，互阮看到的未来你为阮备办的救恩。伫上帝你的面前来得到迄个未败坏的免由，愿上帝你来祝福去，互阮听入心，互阮行出伫阮的生活，真做见证。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这时，咱要送过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总是我们要挑战各位兄弟姊妹，咱到上帝的敬拜伊，袂当空手来雕见主，袂当空手来雕见主。亲爱的主耶稣，阮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互我会当来你的圣地来敬拜你。感谢你，你是互人好着的神，你是嘛互人压悬的神。感谢你，我要仰望你，我要倚靠你，我献上阮的金钱财能，作为圣工的荣耀，愿主你感纳。感谢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请牧师来报告。报告的大声，咱要来欢迎头一遍在咱中间做伙来敬拜上帝朋友吼，老圣中兄弟，毋知伫倒位？来，有圣宗弟兄咱甲欢迎哦。这是迄个陈安兄的厝边啦吼，囡仔有带去伫楼顶吼。
感谢上帝啊！愿上帝赐福吼，上帝赐福。来，其他毋知佫有头一遍来无？迄个翠芬长老的妈妈吼，迄个妈妈来，咱甲欢迎哦，翠芬长老的妈妈吼，对宏源宏源起来吼，咱特别来为伊来祝福。咱做伙来看这周报消息。咱已经恢复实体的礼拜吼，嘛有拢常常逐礼拜老聚会过拢有消毒吼。咱这个消毒灯拢是用这世界咧这咧使用的这吼，所以咱能安心吼。咱的疫情的人数、确诊的人数一直那咧降吼，所以咱线上的兄弟嘛会当降落来，好无？转来实体安尼啦吼，鼓励无伫线上吼，其实咧互动无共款。咱的49岁这边大概这明仔载这个专辑同工就会搬落来伫1楼吼，办公室的分机无变吼。咱嘛真期待啦，未来看会当伫迄个咱周年庆的中间有一寡遮感恩的活动吼，感恩的礼拜。咱为着这佫有陆续迄边嘛抑佫未好啦吼，迄边会佫较慢淡薄吼。所以感谢主，咱伫遮吼，未来这后壁的门拢会换啦吼。所以伫遮对1楼一直到入来吼，其实。咱当去若做了好的时阵咱敢去看有啥物款的图像异常无吼，这互咱去找看觅吼。咱的这个后主日是要伫4空一调开406处的中集会，请中集同工准备先来参加，嘛准备这各单位的资料。会当提前伫7月22进前来提出若未通参加牧师来请假，但是2个月甲一遍足少的啦，所以莫请假啦，等于讲不可抗力安尼吼。咱7月17到10月16咱开始有领袖列车。一个训练，其实真内底就是要训练咱安怎开始甲遮个无道的人要怎引带因为甲因传福音吼。所以邀请咱的中级同工来小组长、区长，也是遮个小组的同工做来参加。今仔日开始，咱他那部伫拜六，即个拜六会到4点到5点，要伫咱1楼的门口口走廊遐。古板这在家有爱伫遮伫家有听，一个诗歌分享报道会咱欢迎兄弟姊妹做伙伫遮来服侍来参与同工伫3点伫教会1楼集合。咱的即个奉献若无够实体不便来，咱会当透过线上。遮个奉献继续让它跑。遮个奉献的方式咱会通伫遮做伙来经历我阁强调一遍加种的加收少种少收你若要丰富的收，你用信心来经历。咱伫拜二领袖小组搁一遍透过线上有这个巴振老师咧来帮助咱迄个冲突的管理术咱兄弟姊妹和咱本会的会友伫线上做伙来学习，这是真好的一个这个伊督导的老师啦伊安怎去经历咱做伙伫这个拜二暗时8点到9点半伫线上见面。今仔日嘛有这个阿加培special 阿加培啦伫遮延续夏令营了后，遮囡仔会继续伫这个所在
其实像咱大楼吼，33号吼，即回嘛有迄个即工作室的即个家长吼，因为看到即个消息，所以甲囡仔送来咱的夏令营吼，所以嘛有真好，甲有好的熟悉。咱2楼因是4楼尔吼，所以咱入去遮嘛是诚做即个大楼的一个要安怎诚做好的厝边吼。遮囡仔来参加拢足欢喜的吼，所以感谢主。咱配合即个夏令营已经停1礼拜的据点吼，即个关的据点吼。好消息，明仔载开始啦吼，所以你免阁关伫厝安尼强要臭铺吼。所以明仔载吼，咱开始有恢复即个德福的关怀据点的活动。其他的请咱家己来看吼。牧师即几工就有请休假吼，所以若有啥物代志会当找其他2位即个牧者吼。好，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那祈祷讲，我的心因为上主欢喜。我的头因为上主也悬悬，我的喙感恩对你夸耀，因为你的拯救互我快乐。撒母耳上悬2章1节，搁一遍。那祈祷讲，我的心因为上主欢喜，我的头因为上主也悬悬，我的喙感恩对你夸耀，因为你的拯救互我快乐。撒母耳上悬2章1节。咱三个来唱祝福的诗，圣诗第395首。至圣天父，我感谢你，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线，请牧师接导。至圣天父，我感谢你，求你我甲你所记，心内最后的你面前，对主不悔他的世界。我的所有，我铭记你，以我心内的好归期，献出因爱最后模样，因全人人灵魂的救，完美是山求主守护，困苦的人属因快乐，情绪传甲往当行，言行固执，眼光里面。咱同心来祈祷，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恁伫主耶稣基督的权能同在甲引带，互恁会当脱离恁目前的苦境，互恁行伫伊所要为恁备办的救恩的道路，甲稳定的道路。天父上帝，伸出你自爱的手，诚做盾牌，诚做阮的石盘，想使阮有气力，想使阮无放弃的信心，要主圣神感动，互阮因为主圣神的提醒甲激励，会当继续按着阮所查的标来跑走，互阮会当成做生命的得胜者，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免。
咱的礼拜就到这，愿上帝平安，甲咱三个同在，咱会通彼此来请安吼，彼此来祝福。